保良局有超過200個社會服務單位，包括兒童住宿服務、家庭危機支援、安老院舍及康復服務等等，全面照顧幼兒、兒童及青少年、長者及康復人士唔同嘅需要。由50年代嘅第一間學校到而家已經係全港最大嘅辦學團體之一，有超過100個教育服務單位，每年為約近45000個兒童同青少年提供優質嘅教育，培育佢哋成為未來嘅社會棟樑。保良局一直緊貼社會嘅轉變同需要而開設創新服務，而近年就積極拓展青少年發展服務，提升青少年技能，擴闊佢哋嘅網絡，同時建立正向嘅價值觀。市民越嚟越重視康樂同文化保育，保良局亦開設營地及博物館，為市民提供文娛康樂設施，培育身心，承傳文化。保良局營地提供豐富嘅康樂活動，仲推動可持續發展嘅項目，等大家休閒之餘加深環保意識。保良局歷史博物館秉持文化傳承嘅責任，分享香港歷史文化，更令香港人了解到保良局慈善工作同埋香港發展嘅歷程。結合社會服務同醫療需要，保良局亦提供家庭醫學、中醫、牙科同疫苗接種等等嘅服務，照顧基層市民健康嘅需要。保良局會持續秉持保赤安良嘅宗旨，不斷創新服務，配合社會嘅需要。我哋相信透過傳承同創新，可以為香港帶嚟更多希望同可能。